我係 Cynix 嘅阿 Jack， 好高興再一次喺度同大家拜年。記得上年龍年有幾款電腦遊戲嘅大作推出，刺激咗電腦 DIY 嘅需求，而配合翻個市場，我哋 Cynix 都引入咗唔少嘅相關產品，例如技嘉第3代嘅遊戲主機版 GS Sniper 3同埋 GS Sniper M3， 仲有超過10款嘅 Z77、H77 主機版等等。而喺遊戲繪圖卡方面，技嘉主力嘅型號都會用上 WinForce 嘅散熱技術，繼續為玩家提供呢個高品質、高效率嘅選擇。喺新嘅一年，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哋。最後，謹代表 Cynix 祝各位社團進步，身體健康。